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。今天是2020年7月4号。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失业。比如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很多失业的这些文章，感觉好像失业的人挺多，大家越来越不容易，压力越来越大，码农是不是到了35岁就要失业等等，很多人很焦虑。但是那些很多没有數據支撐，都是大家的一種體感、自我感觉，好像身邊人都找不到工作。1270萬大學生一畢業，很多人找不到工作。今天我們從數據方面講一講到底是什麼個情況。所以今天講的主要是數據，顯得有點枯燥，但是不要緊，這個我們聽一聽數據也很好。數據我們只能用來參考，只能比較，大概得出一個方向。你不能太認真，因為很多數據我們也沒辦法保證它的真偽。再說數據它就是真的，它未必能反映全貌。所以大家沒有必要太較真了。你比如說，國家統計局近期發布5月份全國城鎮失業率數據，整體調查失業率為 5.1%， 這個數字一直比較穩，一直在 5.1%、5.2%、5.3%、5.0%這附近震盪，所以大家也習慣了。分年齡段看，16到24歲最高達 15.6%， 主要原因是畢業人數多，供需不匹配，找不到工作。也有一部分畢業生選擇先不工作，先去看一看世界，或者多跟父母待一待，或者放飞自己，再投入到人生第二階段。他不着急。25到29歲失業率是 7.2%， 失業率是主力人群的 1.8 倍。那這個顯示在最黃金的工作年齡，就是25到29歲，這麼高的失業率，這個還是不太好。而30到59歲失業率只有 4.1%。那這個也得反常是吧？我們直覺是35歲以上40歲一旦失業就找不到工作，一旦被裁是吧，就很難找到工作。但是這個數據反而30到50歲的人失業率只有 4.1%， 失業率更低，這個有比較大的誤差。當然這個誤差有統計口徑和大家所理解的不一樣。我們官方對失業率的統計口徑有3個條件要同時滿足，也就是在調查週期內沒有工作，在3個月內有積極主動找工作，有崗位2周內能立即上崗的3個條件。在3個月內積極主動找工作，把放棄求職人員排除在外。這部分人群構成主要包括多次碰壁，找不到工作，沒有再上過求職平台，被認為放棄尋找工作。全職備考，這個考公考編的，全職帶娃照顧家庭的，這都不統計在內。有崗位2周內能上崗的，什麼意思呢？就簡單的說，就是很多人找不到工作，他不就開始幹自己的愛好了嗎？幹自己特長，比如說送外賣、開網約車，這不都是愛好嗎？愛好靈活就業，你幹了你的愛好了，那肯定不能算失業。你從事你愛好的工作了，還算失業呢？也說不過去。這個當然了，是環球時報是這麼解釋的。所以咱們有 30% 的靈活就業，當然現在很多人說 44%， 3.2億靈活就業人員，目前是 30%。那麼大家就比較容易理解30到50歲失業率低的原因，因為這幫人生活所迫，立即開網約車，立即幹自己愛好的事情，愛好比較多，不是網約車就是送外賣，還保安，他們也比較喜歡這個崗位啊，輕鬆的有空調吹，不累。在統計局公布的報告中，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數據，企業就業人員週平均工作時長 48.2 小時，這部分已經剔除了送外賣、跑滴滴這些靈活就業，純職場上班的，類似於碼農做格子間的，在辦公樓裡面的，這個是每週要上 48.2 個小時。那這個數字大大超過了一週40小時，上限44小時的用工規定。那就意味着大部分企業每周6天，或者存在大量加班，就是一周只休1天叫單休，要不然你很難上到48小時啊。所以這個說明什麼？簡單的說，有工作的很捲，沒有工作的那就太閒。那這是國家統計局公布的這些數字，但同時有人他又扒出了人社部數據。人社部什麼數據？說2020年前5個月失業保險支出創新高。你找不到工作的，你有沒有愛好？也不愛好開網約車，也不愛好送外賣的，也不愛好當保安的，那這些人就跑去領失業保險。所以說今年1到5月
失業保險的支出創了新高。所以說，你看咱們失業率是5.1%，很穩定。但是，一方面失業保險的支出也創新高，所以这两個怎麼看好像怎麼不協調。根據人社部數據，2020年5月，中國失業保險支出172.2億元，測算同比增長14%。這個失業保險前5個月跟去年比是增長了14%的，但是我們的失業率只有5.1%，是沒有變化了。從歷年5月的角度看，2020年5月失業保險支出創2022年以來歷史同期新高，就是5月份，歷史上5月份都沒有這麼高過。5月份，人社部公布失業保險收入，這個保險基金收入是181.7億元，支出是172.2億元，那還可以啊，還沒有入不敷出。這個失業保險基金，对吧？5月份單月還盈餘了9.5億。那麼從歷年前5月角度，就是1月到5月這5個月，每年這5個月，2020年前5个月失業保險支出為709億元，創有數據以來同期新高。上一次高峰是2020年前5月的879億元。那2020年大家知道，那不是乾口罩嗎？措手不及啊！前5月失業保險收入887億元，支出880億元，累計淨收入6.2億元。你看看失業保險交的還多了，你說這是什麼情況？一邊是失業的多，領的多，一邊交失業保險的還多，這個數據也比較奇怪。2020年5月底，中國失業保險參保人數是24885萬，就2.49億，不到2.5億吧，同比增長1.62%。你看，那參保人數在增加，那理論上也就說明失業的人在減少，但同時你看支出也在增加，你失業的人也在增加，這叫什麼話？今年累計減少33萬人，那這裡面可能反映了退休人員數量要大於新增就業，並且繳納失業保險的人員，能交上失業保險的單位一般是正規單位。好，這就是有人統計的人社部數據，今年1月到5月這個社保的收入和支出情況，尤其5月份支出172億，同比增長14%。這是失業保險，大家也知道，反正我知道有人領過失業保險，反正你想成功的順利的領到失業保險其實也不容易，要滿足很多條件。就這種情況下，居然失業保險還在增加，就支出實際上某種程度上也說明失業的人在增加嘛。雖然我們失業條件非常苛刻，是吧？那失業的人還在增加，那這個和統計局每個月公布的失業率好像就有點這個反差，倒是跟咱們的體感有點像，是吧？身邊的確實失業的人在增加呀，無所人在比較多，找不到工作的人多。那我們再看這裡還有一份表格，是介紹失業人員的結構，有個叫指北針經濟研究院，他公布的叫失業人員結構數據10年之變，中高學歷人群失業佔比明顯提高，尤其是找第一份工作難，被解聘率高。他得出結論，他說最近一直在尋找失業原因的數據，他說今天終於在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鑑中，這是官方出的一個報告，叫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鑑中找到了。他說雖然該年鑑的最新數據只到2024年，但通過分析2019年和2024年的數據，基本可以反映出近些年就業趨勢的變化情況。他搞了一個表格，這個表格我就給大家介紹一下。他表格裡一共羅列了失業原因，7種失業原因。第一個就是從沒工作過，第二個是健康或身體原因，第三個是被解聘，第四個是單位個體經營戶倒閉停產，就單位的原因，第四個是季節性歇業，第五個是上一份工作任務完成，第六個上一份工作任務完成，第七個是其他。具體數據是他們對應的不同受教育程度分類佔比，每一列數據背後都是一群具體的人。所以根據他這個表格，從沒工作過這個原因裡面的人，2019年從沒工作過這個原因裡面的人，那他分成沒有上過學、小學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學專科、大學本科、研究生，分成這麼幾類。那麼從未上過學的佔1.3%，小學佔5.8%，初中佔22.1%，高中佔19.7%，大學專科佔24.5%，大學本科佔23.9%，研究生佔2.7%。這是2019年情況。2024年的就是5年以後，那就情況就變了。從未上過學的只有0.08%，小學的是1.9%，
初中呢是10%，這個初中呢就一下就少了，高中呢是12%，大學專科是26%，大學本科是45%，研究生是4.2%。什麼意思呢？我給解釋一下，他的數字以從來沒上過班這個原因為例。2019年他的學歷基本上還是比較平均，你比如初中有22%，高中20%，大學專科大專是25%，本科是24%。好，相對比較平均是吧？那到了2024年，就5年以后，你看这個什麼小學、初中就直接就減少了，高中也減少了，專科沒變，還是20幾，大學本科一下從25%直接就漲到了45%，也就是2024年從沒有上過班的人裡面，本科生已經佔到了45%，說明什麼呢？我倒是覺得這主要是2024年大家這個受教育水平高了，這肯定是這樣的。你假設你到了2035年，那就基本上沒有小學畢業的了，那基本上都是本科畢業，或者2040年你去算，你到了2040年，那基本上統計的人都是本科畢業，是吧？那這說明什麼？说明這個大家受教育水平高了。但是反過來再說呢，就是那學歷貶值不值錢了。你看研究生從2.7%漲到了4.2%，研究生畢業之後就不上班，佔4.2%。這個原因，從來沒工作過的人正在從低學歷變成高學歷。過去找不到工作是沒怎麼念過書的人，現在找不到工作的人越來越多是讀過大學的。這個我想大家都能理解，因為你看今年127萬大學生畢業找不到工作，那這個比例又增加了，那好多人他就不找工作。那第二個原因，剛才說的是這就不找工作的，没找工作，沒上過班。那第二個原因就是健康或身體原因。這個原因，這個2019年和2024年沒什麼變化，因為你上班沒上班是因為身體原因的啊。因身體扛不住慢性病工傷退出崗位的人群，集中在常年幹重活低學歷勞動者。2019年健康原因失業的人裡，初中學歷佔45%，是絕對的主體。工廠、流水線、工地、重體力服務業常年透支身體，很多人幹到中年只能被迫離崗。2024年初中佔比小幅回落至42%，小學、高中同步下降，本科、研究生因身體失業的佔比極低，研究生僅0.2%。因健康或身體原因失業的人群，受教育程度越低，比例越高的現象基本沒有變。大學畢業生從事體力勞動的人還是少數，沒有人願意輕易脫下長衫。那第三個原因是被解聘，公司的原因或者是你的原因把你開掉了，那這個中高學歷被解聘現象普遍。2019年被解聘的人裡，高中是28%，初中是39%，小學是12%，大專14%，本科只有5.7%，研究生是0%。到了2024年，高中是23%，初中22%，小學是8%，大專就到了25%，本科到了19%，研究生就到了3%。也就是你學歷越高，你越往現在被開的這種比例也越高，被裁被解聘這件事正在從低學歷專屬變成中高學歷也要面對的現實。以前被辭退的主力是初中高中生，現在大專和本科的被解聘比例在快速上升，經濟結構調整和 AI 替代正在從低端崗位向中端崗位蔓延。翻譯、客服、會計審核、初級程序員等曾經被認為是白領鐵飯碗的崗位，正在被 AI 逐個端掉。那現在更是這樣，被解聘的主要包括2個方面，一是被辭退，二是勞動合同到期之後停止續簽。你現在互聯網大廠都這麼幹，互聯網大廠很多他不裁你，到期了不簽的賠的少，不續簽。第4個是單位個體經營戶倒閉停產導致的這個失業，中高學歷者佔比快速增加。2019年因單位倒閉和個體戶停產而失業的人群裡，初中生是43%，高中生是30%，大專是14%，本科是4%。到了2024年，初中生变成35%，高中生27%，都略有下降，大专是20%，就是快速升高，而本科11%，就大专本科就快速升高，而初中高中是下降。也就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以前单位倒閉那都是那種流水線工厂倒閉的多，那現在單位倒閉，很多創業企業很多都把這格子間的那種白領那種倒閉的更多了，所以本科生、大專生因企業倒閉而這個失業的
占比就越來越高。口罩期間，大量的中小微企業倒閉，個體經營戶關門歇業等失業衝擊已經不再只是低學歷者的專利，越來越多的專科、本科畢業生也在創業失敗或小微企業倒閉中失去工作。低學歷依然是主力，但中高學歷者的占比在大幅上升，大專的翻了1倍，從13%到20%，本科翻了3倍，從3.9%到12%。中高学历者成为个体经营者的也越来越多，也就是很多本科生跑去開個餐館啊，加個奶茶店，後來倒閉，越來越多。很多人跑到奶茶店去上班，本科生，這現在越來越多。季節性歇業，那這個就是低學歷者的專屬了。季節性你想想，那幹的肯定都是相當於體力活吧。季節性歇業多指建築、農業零工、旅遊服務業，旺季幹活，淡季沒收入，那對吧？這2019年這部分失業裡，初中學歷高達56%，是外出農民工的典型困境，幹完1季只能在家待業。而2024年初中占比降到51%，整體占比小幅回落。縣域產業本地靈活就業渠道變多，不少農民工不用完全閒在家，就能在附近找臨時活過渡。季節性失業的衝擊比5年前緩和。上一份工作任務完成，指的是什麼？指的是勞動合同不續簽的越來越多。這上一份工作結束了，合同到期不簽了，因為這個原因失業的建築工地的項目制用工、快遞分揀的臨時工、展會的短期工、製造業的派遣工等崗位就業人群，大多只有初中或小學學歷。5年間，大專和本科的比例略有上升，說明越來越多的中高學歷者也進入了靈活用工的行列。但整體比例仍然不高。那第7個原因就是中高學歷者。2019年其他失業裡，專科生、本科生、研究生分別占16.7%、7.8%、1.6%。2024年本科比例直接占26.4%、28%、3.27%，也就是博士失業比例也在提高。其他原因包括升學失敗、家庭搬遷、個人創業失敗、疫情影響等。中高學歷者在其他失業原因比例中占比最高，說明中高學歷者的失業原因更複雜、更多元。所以為什麼講這個數據是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鑑中展現的，也不是人編造的。那簡單來說，5年前失業大多是流水線工人，現在本科、大專學歷已經成了失業群體裡不可忽視的一大板塊。高校畢業生就業競爭、行業調整帶來的白領失業不再是小眾現象。綜上所述，5年前失業是典型的低學歷體力崗的難題，工人身體透支，工廠季節性停工，低端門店裁員。而2024年失業格局徹底重構，中高學歷的白領失業規模激增，應屆生初次求職困難突出，白領工作被裁員或停止續約的風險在迅速放大。那恰恰現在就是這種情況。2026年這種情況沒有，反而在加劇。中高學歷的白領失業規模激增，很多大廠在裁員呢。我們都說了，互聯網大廠的黃昏，應屆生初次求職困難突出。那你看，1270萬大學生一畢業找不到工作，他們就是初次求職困難突出。那麼我們現在在職的白領工作被裁員或停止續約的風險迅速放大，有可能不給你續簽合同，到期不續簽合同呢，你只能走人，拿很少的賠償，有賠償。穩就業的思路不能再只盯着傳統工廠和農民工，一邊要扶持小微企業、個體工商戶活下去，穩住基礎崗位，另一邊也要針對高校畢業生、轉行白領搭建轉崗培訓渠道，引導企業續聘合同到期員工，才能適配當下全新的就業市場。所以通過這個我們也可以看到，現在白領壓力是越來越大。這個只是說就業，還沒有說因為這些白領他買了房，或者他炒股了，他加入了奶茶店，這投資一個跟朋友合夥投了一個奶茶等等，這種被套身陷囹圄。實際上很多所謂的白領打個引號，他們的生活狀況已經越來越低於這些高中初中畢業這些人，很多他沒有買房，人家也沒那個想法，再說錢也不夠，買不起反而救了他就不用擔心他的資產貶值，他也不用擔心下個月按揭貸款拿什麼還，所以他掙一分是一分。而這個白領一旦失業，你下個月按揭貸款在哪兒？怎麼還？
買了車的還是車貸，對不对？怎麼還？白領他為什麼会？因為他本来的收入還可以，对吧？他有这個條件，他買房，他買車，他消費，結果一失業，立馬就比這些高中、初中畢業的人要慘。所以這就是我們目前整個市場的一個就業狀況、失業狀況。無論是除了統計局的數字還是比較穩的，那人社局的失業保險支出和收入繳納的這些數字創新高，失業人員結構裡面高學歷的越來越多，那這些都已經反映出來，確實從這個看，我們的體感也沒錯。你覺得就業寒冷、就業難，確實是這樣子。我們再看有一篇自媒體的文章，他說深圳想找月薪8000的工作，可工資已回落到4000到5000元的時代。如果在深圳待的人，可以看看他說的有沒有道理。这是個作者，他說晚上11點半，表妹發了一條長長的語音，她剛領完211大學的畢業證，抱着對未來的希望，很迫切地問我，姐，我打算來深圳找工作了，我是學建築設計的，以應屆生身份，能不能找到一份月薪6000到8000的工作？這個要求怎麼說呢？還真不算高，在深圳不算高。但是作者說，他聽着他的話，我一時間不知道如何回答。他之前在一家電商公司實習過，和專業不搭邊，求職優勢就跟大海撈針。他反覆強調，姐，我不想隨便找份廉價工作將就，我很想要一份穩定、收入不錯的工作。你想想，一個211大學畢業的，那這要求也不高，他想找一份穩定工作，不想再將就，什麼意思啊？流水線、便利店這些工作你要願意幹也可以，但是他211大學畢業肯定不願意，總想找一份體面的工作，追求穩定，那去考公、考編制，在深圳找一份穩定的工作。作為在深圳摸滾爬打過的過來人，我太了解他這種對未來的期許了，但有些話必須跟他好好嘮一嘮。他說，這作者就說了，麥可斯2020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數據直白又冰冷。2025屆的本科畢業生，也就是去年畢業的，平均月收入是6435元。那這麼乍一看還可以啊，你說去年大學畢業的平均是6435元呢，那不還可以嗎？但實際上不是啊，但多數人不知道，這個平均值早就被塔尖上的10%的高薪崗位拉高了，也就被馬雲拉高了。普通应届生的薪資中位數實際上在4000到5000元的區間，超80%畢業生的薪資集中在3000到8000元。這個就是麥可斯的這個報告，也就80%人這個去年畢業的畢業生工資是在3000到8000之間。在深圳，一份到手5000的文職工作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租個城中村單間就要扣掉1000元，每天吃2頓外賣花掉40到50，剩下的錢想買杯奶茶也要考慮一下。真的不是將就，這只是生存。也就是在深圳一個月5000塊錢，那就正好夠花吧。生存。現在的就業環境早就不是人生是曠野的浪漫時代。2020年在深圳幾乎感受不到有人會輕易離職，因為一旦待業，周期會被無限拉長。一份稍微體面點的工作背後是幾百甚至上千人在競爭。現在的職場人主打一個克制和忍讓，誰也不敢再像以前那樣一言不合就裸辭去看遠方了。這就是咱們天天說的叫保工作、窩囊廢，你不能一言不合就不幹了，你就只能忍，因為你一旦不幹了，你很難再找到一份工作，非常難，風險非常大呀。他說我本來想給他潑一盆冷水，但話到嘴邊又咽回去了。誰不是從那個以為人生是曠野的年紀走過來的呢？年輕人有試錯的機會，但中年人早就被生活磨平了稜角。成年人終於讀懂了生活的重量，房貸開銷家人兜底，未來的不確定性，這些重擔一點點磨平了年少的莽撞。在容錯率極低的當下，一份4、5千的穩定薪資從來不是丟人的將就，而是普通人安身立命的底氣。表妹6000到8000在深圳並非遙不可及，但絕不是隨隨便便能拿到的保底。別把第一份工作當成一輩子的終點，它只是你在這座城市買的一張入場券。
先站穩腳跟，再去仰望星空，才是当下最清醒的活法。他寫的非常不錯，他这就是他的主張非常務實，也就是你想在深圳待，你不要在乎6000還是8000，你先找一份能養活自己的工作，在那扎下根站穩了，你再仰望天空，這個是比較清醒、比較務實的做法，現實的做法。這個我們一直強調，我們就牛馬和韭菜要放棄那種叫一步到位的想法，我們打心眼裡就要想好，就我們肯定不能一蹴而就，我們只能是曲線救国，对吧？人家一步到位，我們要分4步，那沒辦法，雖然你是牛馬，你也搞不了4+1、4+4，對不對？你也不能保送。現在好的工作根本就不流通，真正好的工作根本就不流通，能流通的那些工作都是要卷的，即便要卷的工作，一個崗位得好幾百人去競爭，你想一想，這就是當前的就業形勢。大家做好心理準備，這下半年，對吧？會有更多的人，越來越多的人要在工作，從事他這個特長的工作。這就是《環球時報》說的，畢竟很多人就喜歡做臨時工啊，做靈活就業，那沒辦法，就這樣按照《環球時報》的說法，那叫如願以償。好，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啊，那就訂閱、點讚、評論，謝謝大家。